众好，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台会，我是王小 K。我哋行到了铁轨路项哦，你系土壤嘅土林铁路，我听人可能冇乜嘅晓得。你系呢推田度最早民國57年嘅時節，起來專門在沙灘嘅貨運貨車。當然民國94年嘅時節，土壤人政府落去合作也開始爭議咧。不過兩條鐵路線呢，到民國201年嘅年尾就正式停駛咧哦。停駛到你下2年咧，還冇看到有乜嘅停通哦，你下都開始看到上草大農哦。地方呢對了個鐵路後續嘅利用有多多嘅生意，有人講會做了慈航岔路咯，有人講會做平面頭路，也有人講中秋做了個客運咯。到底哪種嘅想法對地方嘅發展係最好嘅，可行性又係最高嘅呢？你今日來到突然陸續提起來討論，你影片去到現場，開會了！天天講條來到出面台會嘅討論現場，今日天氣真緊也蠻好，你讓電視節真緊動行嘅。影片為大家紹介，基本對參觀嘅貼片裏邊，體會紹介係土蘭市政府交通局嘅主任秘書張幸福張主秘，你好。大家好。歡迎。天議會裏邊嘅紹介係中央大學嘅教授陳啟鵬陳教授，你好。大家好。歡迎。第三位裏邊嘅紹介台灣鐵道協會嘅秘書長陳彥良陳先生，你好。大家好。歡迎。現場嘅呢陸續提起嘅鄉親朋友，大家好。好。現場也歡迎郭議員來到現場，讓呢大家共同嚟關心討論哦。好，其實你講到啊，一個土林鐵路啊，對外地人來講吼，可能冇乜嘅熟悉動上手哦。其實佢唔係普通了傳統嘅推鐵嘅鐵路內容，係單強度動鐵提起。不過呢，對了動鐵嘅人來講，了土林鐵路就有動衝動久嘅歷史咧哦。你先跳過東進國家歷史方面，橋下對杜專師講。頭擺台鐵火車嘛，來電追電沙灘嘅車道，駛入林口天窗。沙灘在個灣台鐵嘅機關車，落沙灘最多對沙灘嘅素材。一叉一叉嘅沙灘，對設計到長久了嘅車底下，刷上溜下來。也頭擺嘅情形，一下幾見看唔到嘅。林口線係一條動穿前嘅路線，每日有9隻工作班，22隻車次，可以講係運轉滿檔，當無限動穿前嘅路線。對桃園市到林口，一條桃林鐵路有很多林口支線，頭擺係國內極少數單純為到工業建設最燃不了嘅火車路支線。出題最沙灘，那是係遷到上下班嘅人。當年會錯嘅，是喺45年、94年停電火車路高架起來，桃林火車路已經冇火車行嘅。當時一講火車冇在個市嘅，當到民眾都唔盼得。呢度有幾多民眾會捱哦，因為查嘅一個桃林火車140多耐久哦，啊講啊4年唔都坐1年哦，又講嘅冇事嘅時間去唔盼得咯，坐安久嘅哦。咁個幾可惜咯。是係安久嘅桃林火車路，當到工作人員要同佢向下進退，頭擺火車啲架高，隆滾嘅聲，一下縮點。迄個幾條都係插頭好，也係來做台路，可能有條人吃到動力片啦。唔過呢桃園市就冇開一條台路嘅。一條頭擺來送沙灘一條火車路哦，比其他縣市來講，係動鐵片嘅一個記憶也係文化啦。插頭過後，想咪大家就唔記得咧。火車冇行嘅，本地嘅素材也下係生態綠廊。火車路嘅碰嘅風看得到錯嘅，民眾行啲火車路線，遠可用相片行個面相來拼出幾段天窗老火車路嘅記憶。對呢突然財庭院來講啊，呢個桃林鐵路線係叫做跳高飛機之中動重要嘅一頭風景哦。其實我們講到這個桃林鐵路啊，它的前身是台鐵的林口線哦，它是全台灣非常罕見專業就是用工業用為主的貨運火車哦，主要呢就是把這些進口的燃煤從台中港到了
桃园之后，再改由铁路、火车运送到这个林口的台电火力发电厂哦。你的点跟咱看吼，这个台铁的清空很用半心，其实桃园铁路已经走过将近半世纪，总共已经有44年了。最早是在民国56年的时候，它就开始兴建，57年的1月它就正式通车。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时间点其实在好早，已经在是44年以前的事情。1968年就开始，一直到2012年，就是101年的年底的时候，它就功成身退，就正式停驶了啊。那这边看到它全长其实总共有19公里多，那不过在桃园段呢是17.8公里。它行进路线包括呢桃园、龟山跟芦竹地区。当然一开始是以货运为主，后来也开始载客人。那我们再看到呢这个桃林铁路啊，它其实呢，它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在台湾的铁道史上来讲是很特殊的一页了哈。它在新建完成之后，一开始是台电出资购地新建的。那在这期间呢，台铁就用运输费来做折抵，所以现在桃林铁路所有的地面上的资产，包括地权还有路权，都是属于台铁局所拥有的哦。那其实呢，它从57年开始正式通车之后呢，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台铁的铁路系统里面相当赚钱的一条，因为它很特别，它就是货运的支线，所以很赚钱。那这样子算起来，44年下来哦，它总共这个载煤的量啊，统计有载了5700多万公吨的煤，就是沙滩斗量改，所以它对我们工业发展来讲是起到相当重要的一条联络道路。到民国94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桃园县政府呢也出了钱，盖了一些简易的火车站，然后呢跟台铁局租了2个车厢来开始载人，尤其是一天早上晚上各2班，就2班车嘛哈。早上包括桃园高中的学生啊，南崁高中的学生都坐这班车，当作是通勤专车。那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上班族还有一些零星的游客。那照桃园市政府的统计啦哈，那这样7年营运下来，总共也载了90万的人次。所以这条铁路早期当货运开，晚期呢也帮忙载人有客运的功能，所以这样子走了44年下来，桃林铁路已经走入历史的舞台。接下来要怎么做，可能台家都动惯性。那我可以问一下在地有搭过这班列车的这个台共一吼，该坐在抢门一吗？所以两条铁路要用错下来哦，记到平常时你走在其他的台铁系统，还冇强用该位数系到哪位？你系凤江，你系凤景来讲，对你啊，陆续向到桃园市的总站的甲你系路线来讲，对春天甲夏时，因为火车建过的时间到年有长甲后背些头白有的退天日复的退天开始就变工业区之后就看唔到嘛个风景。其实你啊，条路77度。发电厂的下了该位的路站就看到啲天葬的风貌就看下详细用法来讲完全是参观你的错你的车的行事田，唔係講主要來利用你來做交通。係安樣吼，非常感謝大家提過。說到這樣子一個鐵路，我要的請問你個秘書長，其實從安樣個鐵路這個功能性做得講係動體數誒哈，它有點像日本的一些私鐵，它不是在傳統平面的那個鐵道上看得到的運輸系統，它的特殊性哦，在我們桃園在地來講，尤其是對你們這種台灣鐵道協會是。研究所有通推灣嘅鐵路，對你哋嚟講，這個特殊性、特別歷史性又係到哪位？一個桃林安尼兩口呀鐵路啊，珍貴嘅地方在於哪裡啊？一開始啊，伊係呢做沙灘，就做一個工業嘅鐵路，無本營下做嘅一個專用嘅鐵路。那頭頭主持嘛介紹講啊，也40年當中啊，做嘅5,000多萬噸嘅沙灘，對安尼北部嘅一個工業嘅一個發展，還有呢安尼國家一個產業嘅提升啊，有一個最重要嘅貢獻啊。在之後呢，呢桃園縣政府啊，又開咧安尼嘅客運列車，將頭頭安尼咧線上講啊，本學生嘅上下車，去上課下半年呢人下來做坐嚟了嘅。也係鳳江對安尼一般的縱貫線的鐵路，係你無共用嘅。一開始係你一個安尼桃園市的早期的安尼市政的發展，慢慢的市都良好嘅片，再看到海，看到個空空的一個視野，也係你對安尼一般的安尼縱貫線鐵路，完全看唔到嘅地方。
先感谢因个秘书长。其实因今日留洋个所在，大家看到么？该后尾那个铁记录啊，就是桃林铁路个部分一路段，就是在这个旁边是油管路，那这个铁之路还剩下残存的哈，就是当年2年前正式停驶的桃林铁路哦。因为现在的市长郑文灿市长哦，他在当选前的政见特别针对桃林铁路，他就主张要把它是捷运化哦。所以现在呢，地方的居民对这条铁路将来这个空间的利用，也产生了各种不同地区、各种不同的声音意见的表达。所以现在这个桃林铁路的这个后续的规划空间哦，是变成是一个正在重新规划、重新停顿思考的一个空间。你来看一下吼，大台你啊封面对提凤见面来讲，对机又嘛个四 Q 又嘛个上映。上爱去桃园对下南坎交流道设施，就爱动有耐心。我多摆海牙油观察，有含有客运巴士夜道，爱开铺行。给区位开有耐心嘛嘞？有时礼拜六、礼拜天啊，整个中正路都是塞的，到 Costco 啊、台茂啊，这边都是很塞。它有时候即使绿灯的时候有没有啊，还是会阻塞住啊，就回堵嘛，还这样子。上爱加工的基础模，更紧爱过路的。桃园陆续起踩的路的起起，这查是去平上的事情。他这里上下班都排很长呢。还有等个红绿灯，大家等的都心平气躁，也有心烦气躁。他说：“我是认为就最好，对都市、对地方发展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大马路，荒废是浪费。”看那路顺，复查路做复查路的界限，实地路况的人就赶赶的的解释。红绿灯都一直堵啊！我要出门从巷子要出来就要等很久了，因为我们都住在巷子里面嘛，旁边都是店面或是怎样。如果巷子里面要出来，车子都一直塞住，根本不能出来啊。所以我们是一直希望是透过用一个替代路线的交通管制的方式来增加这个道路的容量，所以就会有这个我们将桃林铁路路廊践行路到南坎这段辟建为混合车道。视察嘅问题有好解决冇？桃林复查路顺陆续提起嘅几米头蒙蒙嘅，前望就系有一条路好行啊，转都不卡。对于桃林铁路这个已经既有将近18公里这么长一个距离的一个廊道的空间，对正在发展的这个桃园市的整个城镇来讲，它当然具有着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地位，影响着它后代的发展。那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大部分的村民呢，各个意见都不同。大概我们整理归纳有这些的声音跑出来，希望将来它空间可以做这些利用。第一个是不是像郑文灿市长主张的要做成捷运系统？再来有没有可能做轻轨？再来呢，另外一种声音是希望就朝生态永续发展，从自行车步道来着手聚焦。那接着呢，或者是做绿美化公园，或者就有现在的旧的铁路的路廊把它拆掉，并成现在隔壁像油管路那样，让路面拓宽多一线的道路来使用。有这样各种的需求，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声音跟呼唤呢？因为呢，这几年来桃园市的高度发展，平均最高全盛时期1个月可能就有1000人次移进来，那每年都在助长它的人口成长量哦。所以对他们来讲，当地的交通是不是已经达到饱和？我们看到这张图，我们请在地的居民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到底在现地是不是塞车情况非常严重？我们看到这条铁路呢，就是桃林铁路，这一条是中山高国一道哦。那这边呢是进入我们的芦竹地区，有南坎路、中正路跟春日路。里长，我请教一下，这3条道路用红线特别画起来，它是不是平常相当拥塞的3条路啊？对，这3条路其实以中正路来讲，在没有这2条之前，那么这条路平常就是在塞车我想我们不要讲上下班了，正常的时段的时候，中正路就在塞，因为南坎路太小，南坎路本身大概只有10米，那么中正路20米，但这中正路你从机场，还有台茂、好事多又进来，这几个购物中心人潮都很多，都很多进来，那么最好又卡到一个南主路也从这边出来，是，那么南山路也从这边出来，是，所以3条道路集中到台四线。那直接一直塞到春日路去，等于是塞到家乐福上面去了。那南港交流道在这边，南坎交流道是在中正北。
哦哈，那中山高这边下来的人，如果要进入桃园地区的时候，这边的车流会不会汇进来，就会变成更拥塞？现在你就先可以想象看嘛，因为本身中正路本身的车流量，因为它是机场嘛，它本身车流量就蛮多了。那现在我们这边的上五湖这边来讲，是将近有4万个人口，他也要来中正路、南崁路来塞，那么到这一段，其实到了高速公路过去以后，还是走春日路啊，还是台四线啊，所以你再怎么样，只有一条路，等于你有3条路，完全是以中正路、台四线在疏解，跟着3条路集中到1条路，当然会塞死啊。这样你就觉得光是桃园铁路这样的一个路幅，就可以增加疏解掉你们的拥塞交通量。当然不可能说100%，但最起码有分散车流作用。是，好，我们先谢谢里长。后续还有其他问题，我会再请教地方的乡亲哦。还有其他的乡亲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住在当地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意见的，也走得让你分享一下意见。这位先生，这个我们庙口这边哈，原来只有一个村五村，后来改成4个村，啊，现在就改成9个里，可见呢。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是很严重。现在我们这9个里呢，有3、4万人。那南崁，包含南崁这附近的这几个里加起来，有接近10万人。所以说，仅这个中正路还有南崁路这2条路，没办法解决我们交通问题。那尤其是我们是在这个旁边，我们一出来就是油管路，每天塞车。那我请教一下哈，这位大哥，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桃园铁路，它过去造成地方上交通的一个头痛问题，是在于它平交道非常多，短呢18公里就有43个平交道，所以平交道众多，导致你们在行车上也会造成车流回堵。那现在已经没有了，光是这一点还没有办法稍微舒缓一下现在拥塞的状况吗？没有错啦，平交道是很多啦，但是因为路也很多啦，没有平交道是没办法解决啦，那个是理所当然啦，但是路也太小了啦。哦，主要还是路面太小了啦，太窄了啦。谢谢。如果路面大一点的话，那就比较好可以解决。好，我们后续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议员这样。谢谢你哈。那陈教授，我想先请教你，其实地方乡亲他们居住上的直接需求，当然就是希望交通顺畅。那我可以先请教2个问题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解决这种交通拥塞，就是要把路面变宽。扩大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既有的桃林铁路，它其实它的路幅宽窄不一定，那么长的路线其实有宽有窄，把它都并入，跟现在的既有平面道路打成一体，您的看法怎么样？我的看法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大众运输系统。那我相信刚刚2位里长就是很期待，就是说把桃林铁路废弃掉了。跟原本的油管路把它拓宽变成一个18米的，大概18米的道路，就能够解决你们现在交通拥塞的问题吗？我告诉你答案是不可能的。刚开始也许有机会，因为你路有了路啊，车辆就会增加。我们别的不要讲，像5杨高速公路拓宽了，还有北2高拓宽了，我们就期待桃林我们那个桃园市的交通就会疏解，可是在所谓的那个交通尖峰时段要塞的地方还是塞啊，对不对？当然我不否认它对交通有一点点缓解，可是你期待的就是说把这个桃林铁路拿掉了，然后变成一条大马路，这边的交通全部获解，不对，交通是要从都市计划来看的。都市计划来看，像我们南崁地区本来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房地产进来的，可是当时的都市计划就是拼命的增加容积率，增加了人口，大家还想到还有一个航空城呢，所以说桃林铁路刚刚主持人也介绍过了，它有非常长的历史，50年的历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一件东西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也呼应像柯文哲说，要从50年后来看这条铁路，解决交通有非常多的问题，非常多的解决的方式，对不对？我一直觉得乡亲们一直认为说，把它铁路拿掉了，变成一条公路，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是，所以现在目前暂时如果把它变成一般的平面道路，可能可以比较短效解决当下的一个交通拥塞的状况。可是放长远来看，这条路其实可以做更高效益的发挥，需要从长计议。
现场我们也看到郭议员哦，议员地方上长期以来的声音，现在市长也新上任了，有不同的想法，那您的看法呢？其实地方的需求当然是碍于现在的交通拥挤这个附近的居民没想到要出门真的是苦不堪言呐。当然，目前我们可以感受到刚刚所讲的，在桃林铁路过去的历史，可能对地方的经济也给我们带来一点贡献。是的。但是实质上刚刚讲从起线的桃园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这个林口发电厂，沿途有44个我们这个平交道，其实对地方上发展还有交通也带来了一些困扰跟阻碍啦。那现在当然这个地权是属于台铁，那我们也希望台铁对地方能够比较深远的贡献。刚刚我们贡献就是把它变成平面道路吗？平面道路当然目前可以疏解我们地方的交通，但这个是属于一种短期或中期啦。那比较长期性的，当然如果能发展成捷运，对我们因为桃园经过龟山一直到我们芦竹地区到这个林口这个发电厂的路线上你看也有经过台贸中心，还有我们的滨海油气区。实质上，如果能把捷运跟观光连结在一起，我想这个是最长期的一个计划。所以从地方基层的民意一般来讲，他们还是希望这条还可以是维持一个交通运输的功能在走。当然，后续如果说再提高效益，就可以加一点观光进来。对，其实在地的乡亲当然对这一条空间，包括学者都有不同的想象，也有对他一些期待。不过这件事情，桃林铁路的后续规划发展这个问题卡在所有的地上资产、路权跟这个地上权全部都是属于台铁局。主秘，我请教一下，其实过去在桃园县政府时代，当时是想说要把它规划成绿地美化工程，可以做成自行车步道。那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些呼声出来，是希望可以做轻轨或捷运。那从你们跟台铁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中，哪一种方案是对你们来讲是可以最成本的、成本最低的，还是说哪一种其实是负担最大的？经过我们的估算来讲的话，这全长要跟这个台铁这边来征用的话，大概要43亿左右。43亿。43亿。那除了这个一次购得，假如说我们用租的方式来讲的话，一年平均下来大概2700万。那如果是做成自行车步道的话呢？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划分的原则里面，他们作业要点里面还有一个除外的例外就是说地方政府，假如说你要把它当做绿美化以及这个自行车道来使用的话，那这一部分呢是可以免费使用的，是这样的规定。那刚刚乡亲还有很多议员他们提到的问题跟意见就是那一条路特别塞。那现在这个希望是做成平面道路的这样呼声，市政府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地方居民对桃园铁路将来的运用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不同意见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桃园龟山地带的这些居民，大家是希望说将来它是一个漂亮的后花园。这个居民吃饱饭之后他可以出来散步，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憩的空间。所以地方诉求不一样。到了芦竹这边来讲的话就不一样了。芦竹乡亲这边就不断认为说这个南崁中正路塞得半死，我们这个桃园铁路应该拿来分担这个交通的负荷所以他们芦竹乡亲们就特别希望说他能够把它开辟成道路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的声音所以目前市政府的基本做法还是先把这个绿美化做起来，自行步道照原来所投资的去做的那些规划，先做这一条自行车步道起来，然后接下来再倾听民意，可能再做修正。是我们现在目前是这样子在桃园段的部分。那个乡亲们大家希望的绿美化自行车道部分，我们把它列为第一标我们先做那么第二段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芦竹的路段，就这边嘛，油管路这边一条。对，那这个乡亲的心声我们也了解，也就是说，其实，在桃园春日路的交通状况以及南崁中正路交通状况，其实用这个桃园铁路来分担，来这个减轻它的压力，的确是有它的机会的。那么这一部分的规划，我们还是在透过在机场跟民众这边在举办公听会之后再做决定。
好，到底把这个旧有桃园铁路的路幅一并加进来，是不是就能够解决在芦竹当地这种交通拥塞的状况，或者说起到的关键的程度到底是小还是大哈？那当然都要再进一步的规划跟考量。那秘书长爱呀，现抢问一下，其实困于嘞哦，因为桃园已经开始是高度密度的发展，至少都成为第6都了嘛，好，人口也越来越多。这一条将近18公里这么长的一个空间廊道，在整个城市我们俯瞰下来，就好像一条皮带，这样的空间可不可贵？那这样空间在做后续发展的时候，从地方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什么样是才可以跟永续这2个字是可以比较扣得上关系耶？其实就是按你讲啊，一条铁路既然是讲2年前做的做沙滩出这样的产业要一个升级，按今无沙滩做的做的，不过可以透过一个台铁，可以透过因的现有的技术还有车辆来服务一条民众。做看到来研究能看到他个人可以弄自家的考察，嗰时候看到有公车。或其他一些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啦，假使讲像安尼高速条路讲的，开路唔过让加安尼机密的空间，嘅效果过有限。假使讲安尼用另外一种想法来看，安尼做一个轻轨，可能做一个国家的一个强行的检查，像日本、像德国，嗰度安尼地方的铁路，其实也唔係講我過太發的一個地方，唔是，就像安尼細發的地方，有啲簡易的車站，本他個人方便上下車，增加一密度，他個人就會有啲個較舒適的生活，像一種國家式的一種檢查。一啲個境外啊，就個拍票了，就個普遍一個狀況，每天可以用到平面的空間。其實你要挑空間啊，哈，這個規劃還有這個風法，可能大家做的激盪更多的想法是一個啦。不過問題我先請教我們的主秘，我先請教第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鄉親們是認為說這個如果能夠做成平面道路，直接增加它的路幅、它的寬度，是最直接可以想得到的簡單方法。假設台鐵這邊就是要收錢，那對於我們市政府來講，如果收錢的話，我們就不做了嗎？是這樣子啊，台鐵在桃園利用這個桃園鐵路經營獲利也將近半個世紀。我想這個台鐵對地方上的回饋，這個我想這個我們大家可以來談看看。我們也希望說，各級的民意代表能夠協助我們市府這邊來跟台鐵來盡量來爭取。畢竟這50年，這個鄉親們也遭遇了很多這個震動啦、噪音的這樣一個苦惱。我想這個。台鐵應該要念及到這一點所以在這個經費上面來講，應該不應該跟我們來做計較。好，謝謝你。那麼教授，我也請教一下，其實台鐵跟市政府現在對這塊地台鐵是擁有它的人，市政府是想要利用它的人。那其實你覺得這個政府的公家機關之間對於我們台灣這個土地上，其實在一個那麼重要的一個交通命脈的這個銜接上，你覺得是不是應該有更多的想法，彼此可以互動，然後不會就只有一個單一最直徑式的方法就可以來解決？像有桃園鐵路這個，其實只有高雄市跟我們桃園市了，其他的台中、台南還有台北沒有了，都地下化或怎麼樣去了，對不對？那高雄它的臨港線，它今年就可以通車了，那個輕軌它已經買進來了，以後一定是高雄市一個亮點。我們桃園鐵路也絕對是我們桃園市的一個亮點，所以說你把它變成道路就是一去而不回了。你把它保留現狀，接下來我們有很多可以跟台鐵跟我們中央政府去 bargain 的、去交涉的這種空間，對不對？至於它未來要怎麼樣做，我個人的淺見，第一，它有可能作為像我們市政府原本想象的一條綠地、一條自行車廊道。我一直強調，自行車道不是那文革期間那個長安大街那種腳踏車道了，塞得亂七八糟的。自行車道事實上是現在全世界上先進國家的一種高科技的一種運輸系統。它可以當作運輸系統，也一樣可以疏解這個車流量。廣義上，它也是一種大眾運輸系統。好，第二個，它可以像我們原本想想設想的所謂輕軌型的，或者是軌道型的 BRT，這都可行的。當然，剛剛我們主秘有講到，因為台鐵要收取那個經費的問題，所以它有一點困難。
再来就是所谓的我们传统就纵轨型的那个捷运系统。对，我想那个是不必要，因为绿线离这边也就差不多1公里，平行的，没有人。所以这运量的需求还得再评估。对，而且那个造价太高了。非常感谢教授。其实呢，你下讲起来，大家希望对这条土林铁路嘅利用冇强用吼，一方面系希望佢做得变做片面投入来解决那个财产嘅问题。不过教授提出一种想法，其实喺运输方面，并唔系天从绕路边度反，咁样就做得解决咯。系咪大家改变想法，也做得用此行岔解岔路来解决嘅问题呢？你谢谢佢下，因為嗰陣咧繼續咧深化討論，到底呢個土林鐵路嘅後續嘅發展，你喺做啲樣板上。出面排队嘅討論現場，因為呢度咧係突然嘅陸續提起哦，講到咧行咧40年研究嘅土林鐵路，你啊真正佢更新推過後呢，你只動靜規嘅空間就變咗，你係商業發展一個重要嘅關鍵，能把用嘅行大家都有更多嘅意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想法、意見要提出來的呢？這位先請這位先生。照理講，今天的這個都市計劃來講的話，我們還有一條叫南崁溪的黃信道路計劃。再來就是桃林鐵路的再生活動計劃，那麼這兩路縣政府都一直沒有做嘛，所以造成這邊3條路全部擠在1條路上去。所以交通題還是沒改善，像你剛剛說的那樣。那麼我們剛剛講了一點，大家可能沒有搞清楚說，我們不是要拓寬哦，不只是要拓寬，我們是要穿越，我們要穿越到健行路去，這條路變成2條，你現在就從這邊出去到健行路變成大有路、大業路去了，所以才變成1條路又變成2條路出來。你現在是3條路集中在中正路嘛，也就是台四線嘛。我們希望這一條把它打通過去，打通過去只有10米，穿越煉油廠也只有10米。我們希望的就是說最基本的這條能夠打通，而不是到了高速公路又跑出來了，跑到南崁路，然後到春之路又去塞。所以這一條路不是就只有拓寬的作用。所以你想，其實意思就是要穿越，再多增加1條新的路線出來。你到那邊去了又變成4條路了嘛。因為你看到那邊本身。健行路、大野路、大業路，這邊還有另外1條又過去那邊，變成有4條路可以疏散，3條才可以變成4條來疏散啊，這樣才有這個作用，謝謝這個才有差異。謝謝。呼聲哈，我們聽到了，還有其他鄉親朋友會提出你的意見了嗎？這位先生，我最初的想法是這樣子啊，就是說原本一開始如果綠地如果沒有保有的話，一開始如果綠地沒有保有的話，到後面要爭取綠地是很難的啦。哦，我感覺是這樣子啊，而且道路這個部分啊，我剛剛。聽那教授在講是部分認同啦，就是說這是就像那柯市長有講的流體力學，你要規劃不只是說1條路啊，就1條路把它拓寬就這麼簡單，它可能對外的連外道路啊哈，你必須同時考慮進來啦哈，你如果不考慮進來的話，車子一看到車子就是這樣子，你看到大條路它就往那邊擠嘛。你只要把它拓寬成道路的話，這裡只會變成停車場而已。所以公路更塞而已啊。公路可見，綠地難尋吶哈。如果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的話，解決交通問題方法可能有很多，大家可以集思廣益，可能就不是直接開路這麼簡單乾脆的就來先做這件事情，怕把這條路斷了以後就不可逆，就回復不來。所以先生，你的看法其實是比較不一樣哦。針對現在在地他們所謂的交通擁塞問題，其實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方法，對多想一點可以解決的方式？那但是你覺得？先把這一條空間可以先留下來做綠地，做綠美化，先留着它的價值，以後如果要怎麼發展，再繼續研商。當然是沒錯啦，就是說這個可以再討論的啦，這討論的空間還是很大。你如果說剛剛講的說道路要把它拓寬，打到大有路過去的話，以現行的道路你先把它打過去，打看看，搞不好就塞得更嚴重，對不對？後來車子就一直塞過來了。我是感受是這樣子啦，可以先試看看，一步一步來看它的情形之後。看它的情形之後，不要在第一步就先做死掉了。對，你一旦做死的話，我本身是做工程的啦，我在那個私人企業是做工程的，一旦你一開始把它做得不是很好，後面要改的話，花費的公帑是很多的啦。隔壁阿邦梅小姐也是有意見要表達。你好，既然要花錢哦，倒不如我們就直接做捷運，花多一點。哦，為什麼你覺得回收比較快？是這樣哦。那你覺得我們需要捷運嗎？這裡？真的需要，因為人口一直增加。本來就是說我們村長講的，本來只有3里嘛哈，現在變9里耶。
是不是人口多了？哎，对对对，我就想说，如果说人口增加哈，我因为最近常常去台北，一直坐那个我也去坐捷运，捷运还不错哎。第一个我们不要想到说停车的问题，因为每次我要去公司停车我一直找半个小时还找不到。如果说坐捷运的话，在那个机场捷运就可以转到台北去啊。好，谢谢你，这位小姐。其实乡亲朋友讲到两条控建的规划，从锦州该列下该西中长文产线上，一开始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喊到他的活化政见，就是认为郑文灿市长说了我一直主张要将桃林铁路改建为捷运系统。那么呢，新建自行车步道这样的一个规划，在前朝的县政府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很多数民意的支持，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再来看一份数据这边问题我也是可以先请教授也到台前来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吗？乡亲们提到了希望将来以后长远的目标还是可以做成捷运，不管是轻轨还是重轨来做我们也知道现在在桃园县境内一条捷运绿线已经在盖了。那教授，我想请问一下，这边是原有的桃林铁路，如果真的将来要盖成捷运的话，这边看起来其实距离并不远了。你看这个凸的地方，教授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你过去也是做整个桃园的景观的总顾问嘛这边的状况这样是不是一个符合的现状？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之前我担任桃园县景观总顾问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思考过说把桃林铁路变条捷运路线。是啊。可是后来因为捷运绿线就是确定了以后，对，这两条铁路就变成很近的距离重叠了嘛。所以要么你就把它改成比较轻轨型的轻轨型的，不是原本那种传统的捷运线。因为像传统捷运线1公里大概要50亿台币对不对？然后桃林铁路要改成轻轨型，1公里大概以国外的经验就5亿到10亿就可以做得到了，对不对？是。那我们现在想说，在短期内因为这要长期投资，对不对？在短期内，我们把它改成自行车道和休闲步道的好处在哪里？大家也觉得塞车很严重，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个人是曾经从桃园火车站一路走到林口火力发电厂，当然是分很多天来走。我们这边有一辆脚踏车，我们骑到坑口村那边的 A10或 A11，骑脚踏车骑到大家去啦，了不起20分钟就到啊！卡大家坑在捷运站呢，一坐车上去就到台北了，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到台北西门站就可以跟大台北的捷运系统结合在一起。好，这是我们这边。假如你要走捷运红线，你这边骑脚踏车骑到桃园火车站，大概半个钟头也就到了啦。当然我们要假设说这个自行车道是非常的平整的，非常有高科技跟先进的，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那种河边的那种自行车道，那当然不行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自行车道其实是可以跟大众运输系统结合的一条高科技而且先进的一个道路观念。老师，我们在思考到自行车道的这个可行性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先来想一下，就是说这个捷运系统在现在的一片的呼声的情况之下，像这样子2条平行的路其实我们看到国道有很多都是平行的有其他的道路也很多都是平行的，他们会不会担负不同的运输功能？对所以说。这条绿线就是所谓传统型的那个捷运的那个重轨型的那个运输系统嘛。对。那桃园铁路假如为了要升格变成捷运系统，应该是走轻轨的，就是像高雄港都铁路那种。所以应该有差别化，就是利用原有的路型，对不对？然后增加一点设备，然后引入新的电动车厢，它就变成一条类似 BRT 那条轻轨型的运输系统。老师，您刚刚也跟我们讲到，其实每个造价那是完全天差地别。对。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对这研究了解目前如果说将来的可行性，包括因为现在地都还是台铁的，到底这个盖这预算费用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这3种的选项它的一个造价的状况，或者说它的一个利弊问题吗？对就是我们说传统的那种像台北那种捷运系统，那大概粗估啦，1公里大概50亿台币跑不掉的啦，对不对？何况现在我们又已经有绿线在了，所以它不需要功能重叠。那轻轨是它5亿到10亿啦，那自行车道其实1公里1000万，很棒的自行车道了嘞。非常感谢陈其鹏教授的详细说明。主秘，我请教一下我们从这张图这样看起来，如果说我们的就照标案走，我们工程是分阶段在进行。可能是不是第一步先把这个自行车道成本比较低的，然后也对现有的环境是好的，先做起来。那像乡亲朋友讲的，中长期我们可能考虑到以轻轨
这个方式来进行？目前现在市府的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规划，可以把这计划案定调下来呢？是，我想我们市府的立场啊，我们的政策讲得很清楚，短期、中期、长期我们是分开考虑的。短期之内只有唯一的选项就是我们先做这个绿美化的工作，然后自行车道先把它做出来。当然，很多乡亲建立的，比如说这个春之路跟中正路有一些交通的断点的部分，刚刚讲到的，我们太阳兄讲的那个桃园的健行路以北的路段，我们怎么样把它衔接到这个穿过高速公路到这个南美街这边来衔接？另外在我们长兴路那边，怎么样去把它接到我们的机场捷运的 A10站？我想这个部分的断点，我们可以来特别考虑，是不是要来做这个道路使用？那么现阶段我们就是刚刚讲过了，第一标的绿美要先做。那么各位乡亲大家可以来看看到底那个效果如何。那么长期的目标，当然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多计划的一个手段，让这个沿线能够做高密度的发展，那么我们才有机会来谈将来的轻轨或者是捷运。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整条桃园铁路啊，沿线没有一处是商业区啊。各位乡亲必须认知这一点了。将来要做到轻轨或者捷运的这一步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的。是。中长期的计划是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很完善的评估。那现阶段呢，不要让桃园铁路这个荒废的空间变成滋生蚊蝇、杂草丛生的地方，可能要先做好它最基础的工作，先把绿美化或自行车步道做起来，对整体的生活环境品质是有所提升的。对乡亲朋友来讲，其实两条路嘅运用哦，大家做得用一个看看优美嘅生法，可能你下用个做得更重要咧。你先来看两段分析。桃林复查路爱拆也冇一拆，大家素材各有主张。整个龟山它少了很多的公园，希望这个绿美化是可以提供给龟山乡亲一个带状式的活动场所。桃林铁路停驶以后造成的治安跟环境污染的问题，像这些垃圾废弃物，造成我们社区里面的困扰非常大，而且脏乱的问题就是说，有停驶以后没有人管理，垃圾问题就出现。复查路标记限产生暗道嘅问题，当爱解决。还爱使用安用的规划，真系真好的。利用自行车，那配合未来的捷运绿线呐，还有一些大众捷运系统来跟自行车来做结合。平常它可以变成很好的通勤的工具，假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闲的工具，何乐而不为？这里都是上下班族，工厂多，工厂林立啊，上班族群很多，大家都是开车。带交通工具都是开车，你如果说浪费一个空间去当那个脚踏车，不知道就是浪费。爱动吃菜嘅第四行岔路口，骑来骑去，对骑车嘅人来讲，行拍系动态嘅考验。以下爱少按道海牙老奥多麦，又行爱少啷个一条天命嘅尾灯，爱高又高唔得。在我个人来讲，我是在道地的桃园人，觉得桃园没有什么文化可言。那好不容易有一条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轨迹，还有一个岁月的一个轨道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应该说轻易而且率性的把它废除。复查路爱留也冇爱留，你为黑年菜嘅复查路也规则嘅路幕，可那复查路顺，既然有素材味道爱较好行，啲复查路好大盆盆嘅马高落去嘅。长期还是以轻轨及捷运为规划的方向，短期内还是先进行绿美化及自行车道的建设工程。除了做市场岔路，也系开泰路、桃林铁路，其实当多素材，还可能到也都有施工嘅分节，像也搭边就是头摆嘅调图站，也都有环境特色，也都元素有可能攞佢丢起来冇，有可能攞佢重新利用，创造出桃林铁路新嘅可能冇，值得大家过去想看啊！以上就是记者伫现场嘅观察报道。即下呢样片看到，其实去慈航叉系界咧哈，做得讲系全球嘅气势到潮流啦，因为咧都系慢法嘅生法吼，对贵州省市嘅环境系有好处嘅。问题啱我现场问你采题嘅乡亲吼，系咪有记起？你俩吼，其实俩会做得规划做慈航岔路嘅，你嘅看法又系用半心？来个欣赏。这个自行车道对我们爱好自行车来讲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环境哈，但是我们又发现
这个自行道，如果这个桃林铁路做成自行车道，它又跟南凯西的自行车道又变成一个平行。你说平行，这位先生，我可以请你到台前吗？我看一下这张资料画面哈，这是桃林铁路哈，将来如果做成自行车步道，这一条蓝色的是南坎西。南坎西旁边就有一个自行车道，就是这一张小图显示的嘛。对，做的还蛮完善的哈。对，它就从龟山一直到大园那边。到大园区哇，那感觉很长，多长啊？13公里。13公里啊！那跟我们的桃林如果全部都要打通，做成自行车步道。对他来讲，其实平行一模一样性质的东西。但是刚刚你们讲说又要把它做成捷运，那这个又跟原来的那个绿线捷运又平行了。对啊。好，那所以因为各位，我想跟各位说明说，这个铁路做起来怎么样吸引人来这边？平溪的铁路它为什么吸引人？乌来的台车它为什么吸引人？如果说这个车道，如果说以我爱好自行车的来讲说，第一个我骑自行车要有2个要点，第一个我要健康，听一长要完全。如果没健康没完全啊，我就不会骑这条自行车道了。为什么？旁边的交通太多，车子太多，很危险。车子太多，排废气排太多也危险。那如果说你做捷运，如果说它不是300公尺就一个站，300公尺一个站，如果你附近的人口不是很稠密的话，哈，我觉得你要中央负担一部分，地方负担一部分，我觉得会很麻烦。是不是只有可以跳脱出自行车步道的思考？这块空间既然这个树地非常珍贵，将来把握它既有的这样一个铁路特殊的这个印象风情，可以做艺术或文化方面的结合，这是另外一种提出来的思考。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对做自行车道或其他的看法吗？这位先生你好。我的看法开始说普通道路就好了。如果有发展到10年、20年以后有那么进步，人口有那么多，才来做轻轨就好了。好，非常谢谢这位先生你的意见。教授，我想请教哈，果真如果说真的要做成自行车步道来规划的话，哇，那这样整条线上就有40几个平交道，那对行车会不会造成抢道或者是安全上的风险？然后也没有办法像那个大哥讲，真正好好享受骑自行车的悠闲跟健康啊。好，我不要2个层次来谈了。第一个，刚刚有提到南坎自行车道，南坎西是弯弯曲曲折折，弯弯曲曲的，而且那条自行车道根本就不是完全连续的，骑到一半没有路了，你必须要另外找路再骑。可是桃林铁路不一样，它是一条直线的，对不对？它18公里是直达的，所以这是2条完全不同的自行车道路，对不对？自行车道跟铁路是可以并行的。我必须要举那个。其实纽约有一条高线铁路了，它本来也是铁路，也是像这样子，都杂草丛生啊。可地方的公民团体，就是我们这边社区的民众，他看不过去了，跟纽约市政府提案，它是一个高线，它是一个高架的铁路，在30年代，就它50年前哦，它是一条还可以运输那些跟我们这样货运为主的。可是后来荒废了50年，就在那边也是长草啊，他们也觉得是有那个有安全的问题啊，有景观的问题啊。可是。当时的纽约市政府就从善如流啊，他请很好的规划团队来做。现在你去纽约的曼哈顿，大家都想到高线铁路，变成纽约最叫座的一个景点。所以说乡亲啊，这个是咱的宝呢，你这宝你给摕掉去哦，变做一条点仔高路吼，都无去啊啦。你后摆吼，你才做生意啥吼，你这边可以赚大钱啦。真的，大家听我们这种话，我们看事情不要看这2年3年，我们要看50年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子孙着想。铁路走了就没有，再不会回来了。谢谢。谢谢教授呼吁。秘书长，我强问一下哈，其实公道了解空间利用，台湾的土地啊是有限的哦，土地资源冇可能够开发安度的哈。针对了下又改这条完整的路廊哈，其实你要用个改硬讲来看，真系对基吼对未来系真有好处的。喺安尼讲吼，像找到教授讲的，遐个铁路含的伊个该宝贵的伊个空间的一个资源，咱来看其他台湾发生过伊个故事吼，像特别是有迄个中火含的人口比遐含较多的一个地方，当初到一个遐中火遐个地方还是有条铁路，就像咱桃林铁路安尼。见到他安尼嘛讲，开伊个太马路本差一行，见开下去，结果还是会塞车。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像头头告诉嘛讲，一条过讲伊个头路打出来，当个有伊个天茶，又有安尼市政台伊个自行车道，其实也景观是
同安也慢的，安尼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迄是无共用的。啊，不管人呢，车安人的生活或者做生意来讲，也个对地方来讲，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好，非常感谢毕树总主秘，我这边请教一下了哈。其实刚刚相信说到哈，有人主张就直接怎么讲，应该直接很立马的就来做捷运。永绝后患，就直接先做了。因为我手上这边有一份资料哈，好像你们之前也有做过统计，在民国130年以前哦，桃园铁路的运量可能还达不到，连轻轨捷运都达不到。是，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我们这个桃园铁路的沿线啊，并不是一个高密度发展的区域，没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绿线捷运，目前我们的规划还是只是中运量啊，是，还不是台北的这个什么。这个淡水线不是那种等级的，各位乡亲，我们的我们这个绿线捷运只是中运量而已哦。好，桃园铁路线很长，将近18公里哦。它的再活化利用，其实它的整条线，不管是它经过芦竹、龟山或者整个桃园区，它的景观面貌是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个很实际实务的问题，就是它的轨距其实也是大大小小、宽窄不一。那面对各个地方现在产生不同的需求，像这样子务实的状况，你们又是要怎么解决？像有时候如果说真的要把它拓宽成平面道路，也不过是增加几米的空间路幅而已，也没有多大，真的能够达到的效益多少，我可能还要评估。那做成做成自行车步道，人家说如果可以混合使用的话，是不是这个效益其实也很多实务的问题要去克服的呢？是，这个桃园铁路真的是宽窄不一哦，在桃园火车站那边出来，大概只有甚至不到10米了，只有8米了。那么一路过来，慢慢的宽，慢慢宽10米、12米。15米的都有。那我们知道，做自行车道的话，其实它只要一个混合车道，大概3米、2米半就够了。但是要做到车道的等级的话，你要做到双向可以会车的话，至少要6米到8米比较适合啦。如果真的要做成平面道，那变成还在征收土地喽。是。好，你还主民去做的复议呢？现场的大家哈，各位乡亲，还有其他某可能甲困法也做得来卡修复议的吗？我反对做那个自行车那个车道，因为我们渐渐就年纪渐长了，没有办法骑那个脚踏车啊。可是不代表没有人会骑啊。对，因为脚踏车刚刚说另外一边已经有了，我是赞同那个路面的那个做成平面道路，对，或者是轻轨。这样子，因为我们这边据我所知，很多都是在台北上班的。对，这是我的意见。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吗？我们再开放给还没有讲过的这几个年轻人。像平面道路可以接受啦，因为自行车步道也是平常假日休闲而已，比较少啦，比较少人要看说你用的那个人民啦，他比如说用的那个时间。可是如果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多鼓励翻转一下思想，其实是骑脚踏车上班。大家都在上班呐。所以觉得还是开车会比较方便。对，只有假日，譬如说会休闲的地方啊，对啊，是的。所以你还是认定为自行车步道可能还是比较休闲、油气使用啦，所以还是希望是平面道路比较实际。对，因为真的，你只要下班时间，这边是塞。对，好，谢谢你这位意见。好，那位小姐也有意见。计程车很 OK， 平面很 OK， 但是我是赞成平面，因为我在那个中正机场上班每天上班都很困难，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你只要到中正路，根本就进不去了。那将来捷运绿线做好了，你会搭吗？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到了捷运绿线那边的，去文聪这边，大概开车也到了，也到机场了。所以说，我们是觉得平面比较 OK。好，谢谢你，谢谢这位先生。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上应该说用之于民，取之于民，应该要回归于民。台铁既然在这个地方它的盈余多少我们不去定论，反正至少它工程衰退了，觉得它应该回馈地方。这第一个，第二个我的还是看法，还是用一个平面道路区段性的去做一个设计跟改良，这个地方才可以去做一个进步。好，谢谢你务实的需求了哈。还有其他补充意见的吗？那位还没有讲过的先生。那我是觉得说。那既然大众运输运量可能人口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从比较低运量的一些大众运输开始做起，例如说，公车专用道 BRT 或者是轻轨，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让南崁不管是要到机场或者是要到桃园市区，它可能可以在20或30分钟内到达，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量的一个方向。谢谢。谢谢你。好，还有其他有补充的吗？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位先生了。我想。其实很多事情县政府要负责任啊。今天你把自行车步道，我们南崁溪原来是一条道路啊，
有一条10米的道路嘛，你83年就已经通过了嘛，就是不征收，现在把它做成自行车步道了。你看他那个金国路那边去了，看那个长隆那边货柜那边去，那边都做得很好啊。南港西的道路都做出来了，但我们就不做连接了嘛，结果呢都去做公园、做自行车步道去了。你把该有的把我们牺牲掉了，没有空间了。所以你把我们牺牲掉，那边做了一条，这边再做这条，有什么利用呢？你照理讲被你做掉，本来是一条道路，你拿来做自行车步道，做了公园，那么最起码这条应该还给我们。好，我的意见马上来请教主秘。主秘先你做回应。其实地方乡亲都说好，都要盖平面道路，可是从现在的现实条件来考量，台铁那边就是没有合作，对不对？他就没有答应这件事情。那还有，其实这整个城市的一个记忆文化保留，难道不重要吗？是，南坎自行车道跟这个桃园铁路完全是两种状况不一样了。这个南坎西的自行车道，它是在水域里面，它不是做道路使用，它不是那这个桃园铁路呢，它是属于这个台铁的产权的部分，我们拿它来当这个绿美化自行车道，它是免费供我们使用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一样了。因为这个道路的使用好像不是市政府说了算哈。当然。好，教授，我要请教一下，回应一下了哈。其实现在乡亲们他们直接立即想到就是自身的这个问题要解决，交通的拥塞，他们目前看到的就还是增加路面的宽度来解决。我们在桃园市里面，13个乡镇市以前现在13个区有多少例子？路一开了就塞，对不对？各位，你们现在所在地南坎地区40年前是一片的绿油油的，一下子40年开了那么多的房子，建了那么多房子在那边，再多的路也没办法容纳这么多的一种胃纳量啊，对不对？可是，一条铁路的完成，它有它的历史，它有它的文化，它有我们记忆。我发觉很多乡亲们怎么对这条铁路一点感情都没有。我已经跟他讲，在6都里面只有高雄跟桃园有而且高雄还是在港边我们就在桃园市的核心地区里面我们为什么不保留它？你把它变成道路了，它就是一去而不还，对不对？它不可逆性。你把它现在变成一个绿带自行车道，未来可以发展成捷运、轻轨型捷运、BRT 捷运等等，它都有机会。你现在把它变成道路了，你要付台铁的钱，然后什么都没有了。谢谢教授。这是我们的想法。秘书长，其实跳下高速公路一界，因为市道蔡天英对了跳铁路嘅感情并都系希望去做啲改革交通切差嘅问题。其实对了个铁路文化，做啲对当地嘅文化发展，可能有好处了个部分，可能叫做冇看到。假使讲遐个土路啊弄到去做安尼柏油路可以土路之后，你把就再嘛站唔过来，因为世界上无你咧地方讲俺遐个铁道无铁路无可以安尼一般的土路你把有很多在变过变铁路无遐种事情所以安尼我对安尼现实面来看。毋过安尼嘛是希望讲安尼桃园市政府鸦片，他安尼讲安度最主要对台中交通运输那同的一个需求，去注重。像安尼绿线的安尼捷运就在旁边，安尼鸦片又要种伊咧安尼桃林路，那当然他安尼就想讲也系咪一个重复的一个投资嘛？我认为本他安尼做一个。在大众运输系统上，有个较偏离的一个做法，也桃园市政府会同安尼向前在沟通。秘书，这位秘书长他其实讲到的呢，是所有的工程设计或者城市的发展规划，慎实很重要哈。这个踏出去的第一步，可能就是相当关键的一个。那现在目前市政府这边也跟市议会在持续沟通，前阵子刚才进行总咨询结束嘛哈。那现在这样发展，目前第一票是确定会做的，就桃园那个区段还是自行车绿美化把它做起来。接下去后续的，我们最新的一个会是比较定调的方向，或者是你怎么样在跟民意之间这边取得更多的沟通，或者是由府方这边来更多的说服他们。是。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郑市长已经很明确跟我们讲了这个桃园铁路的第2标的部分，我们要再跟当地的乡亲们再好好的再沟通一下那我们第1标的部分的确现在目前已经定案了，已经马上就要开工了。那么第2标或者是将来的第3标，我们都要跟乡亲们再仔细的再沟通之后，我们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好。
非常感谢哦。其实今日乡亲朋友提到大家冇强容嘅意见，了系代表而家好事啦。其實大家共鳴議會，大家有自家想法做底講出嚟。了解已經變做歷史嘅土林鐵路，人把叫快道乃維繫，了係到大家都係切身相關嘅吼。希望佢做底真緊得到用上嘅好處，了也係大家希望嘅。今日討論到到呢，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也祝福大家平安快樂，明年再會。謝謝大家。